久没冷过，因为有你在我身后。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你总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甘愿有。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握住是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从来就没冷过，因为有你挡住寒冬。你总是在我身后带着笑容，你总是细心温柔，呵护守候，这样的我，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我都是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从来就没冷过，有你在我身旁，你总是轻声地说，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阿俊仁，我見你咁多集個頭遮得最行就係呢一集㗎，即係好整齊啊！你平時行開嗰個型格路線，你今日着到咁樣係咪因為阿芝咧？因為呢首歌其實係一個好有深度嘅一首歌曲嚟㗎，我好中意潘越雲前輩嘅呢一首嘅演繹啦。咁嗰陣時佢喺個錄音室嗰度係一剔過就可以錄製到呢首歌曲。咁其實佢聽嘅時候佢都話啊，我都有啲毛管動嘅感覺。咁我咁你不如嘗試下，即係除咗你次次即係都會有好多技巧嘅元素。今次我哋撇開晒所有嘢，你好似同我講一啲心事啊、情話咁樣咯。咁就揀咗呢首歌曲。其實我哋中年好聲音3個舞台都係one take嘅啫。咁我哋個分都係得一個，我哋睇睇。好，哇，85分。我哋不如問下阿關心妍老師啦，19分喎。我睇好刺激啊，真係好刺激，因為我聽阿俊仁一路唱佢之前，佢有啲 JJ 嘅感覺嘅。咁但係咧，今日佢係要駕馭一個咁難度高嘅一個 duet 嘅合唱咧，同埋你又高又低咧，真係好刺激，因為係好難㗎。就算我哋歌手其實要咁樣去和都係好唔容易嘅。第二就係我話你好 lucky 有阿支嚳儀啦，因為佢真係助人助到咧，真係不得了，真係我要俾掌聲啊！支嚳儀真係
作得好好。咁所以呢隻咁難嘅歌咧，我覺得你兩個個默契喺裏邊係真係好似談緊戀愛，即係真係好似好痛愛大家咁咧。嗰個情感度，個人又覺得真係做得好，所以我就俾高分。係啊，多謝老師好加油，肥媽俊仁佢個技巧就好好啦，但佢次次玩技巧玩嘢咧就唔記得咗嗰個感情嘅。今次即係你要多謝芝芝，我真係2次聽到你有感情嘅，都係同人合唱。第一次係同趙俊成嗰次。親愛的你告訴我這一次講什麼可以讓愛。今次係第2次，因為咧你個技巧太高啦，你對自己嘅要求好高，每次你都要俾人知道你可以去到個海豚音，可以去到嗰度，可以去嗰度。其實唱歌最緊要除咗技巧係感覺同埋感情。我俾你高分㗎，我講真係多謝肥媽，我添 Sir。其實頭1/3咧，我一路聽啊，我覺得有啲失色嘅。我覺得首歌咧個 key 咧定得低咗少少，會唔會係為咗玩嗰個升 key 位而特登 set 低啲咧？我唔知啊，但係我覺得就唔好為玩呢啲嘢咧而要犧牲咗個大畫面。所以咧，我哋聽好多俊仁平時嗰啲高音好靚啊，少聽你啲低音啊。其實你啲低音唔夠靚，你低音嘅時候嘅氣要繼續俾多啲。再鬆多少少，等個 chest 滲多啲出嚟啊，令到嗰件事咧厚身翻啲啊，個共鳴感唔夠啊。咁去到後邊升 key，慢慢咧，阿芝芝同你把聲咧 blend 得好靚啦。嗰件事咧係好紮實，我就開始哇爽啊！咁我就開始發覺咧，我開始面露笑容咯喎。而呢個笑容咧係我自己控制唔到嘅，原來我聽到一啲嘢，我覺得正嘅時候我係會笑嘅，但係我前邊係冇表情嘅，所以前面嗰度咧個設計同埋你要留意第日唱低音，你係有一啲進步空間。咁但係去到後邊咧，成件事係爽嘅，咁所以喺嗰度我扣少少分。阿陳老師，周國峰老師，嗱我好少俾阿俊仁咁低分嘅，15分。點解我唔中意咧？嗱，第一呢一首歌咧，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創作嘅人咧係作俾一個過咗身嘅朋友嘅。咁我見你哋兩個咧對住嚟唱 OK 冇所謂嘅，仍然可以咧咁樣去詮釋嗰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痛愛啲人啦。不過咧我會原諒嘅，因為今日始終咧你係一隻獨唱歌變咗做一隻合唱歌，於是喺個 key 方面咧，你某程度上咧要就阿芝芝嘅，所以呢樣嘢咧我會係原諒嘅。但係我一路俾唔到好高嘅分數咧，就係在於咧頭半段嘅歌曲咧，咦？點解我聽得咁辛苦嘅咧？突然之間咁，突然之間又咁，因為你哋兩個要互相咁樣遷就啊，於是令到成首歌咧好痛愛嘅部分咧，懷念嗰個人啦，好愛嗰個人嘅部分咧就會冇咗啦。雖然我覺得咧係俊仁喺今日你嘅感情咧嗰個嘅演繹方面咧係比你以前咧進步咗嘅，但係就係因為咧你要遷就係一個合唱版本啦，於是令到你一啲咧平時唔係咁強嘅部分咧就會顯露咗出嚟咯。係咯，小心。多謝老師。唔該晒咁多位評審，好啦，咁啊先恭喜你哋先啦，因為你哋可以去晉級區啦。Thank you。